嚟到創作最後一部曲，呢個都係好多人去到咁上下一定會面對到嘅問題，就係啲 idea 同靈感用晒，冇晒咁可以點啊？咁梗係要去揾㗎啦。但係通常嚟到呢個階段嘅朋友喺創作呢條路嗰度都已經有一段時間，好多嘢之前都已經試過做過。你話要去揾啲新嘢嘅，我知，但係真係唔知可以喺邊度揾，無從入手喎。如果你而家都係遇到同一個問題迷惘緊嘅，又或者你係一個新手，想知道點樣先可以有源源不絕嘅 idea， 可以聽下呢一集嘅內容，睇下會唔會 inspire 到你一啲新嘅諗法，話唔定俾到啲方向你知道自己應該要點做，幫你慢慢走出呢個漩渦。用最低嘅門檻創造無限可能性。大家好，我係舒淇 Mavis， 今集同大家分享創作最後一部曲，書名叫做《點子就是一直來 Keep Going》，作者 Austin Cleon。Keep Going 呢一本書嘅全名就係 Keep Going: 10 Ways to Stay Creative in Good Times and Bad。點子就是一直來，不論在順境還是逆境，10個保持創意來源的方法。聽個書名，你會以為作者想分享10個方法嚟幫助自己有源源不絕嘅創意同靈感啦。係嘅，本書係有分享啲方法嚟幫助大家，但係仲有一個好重要嘅隱藏訊息，係作者想同大家講嘅，就係唔理係順境定係逆境，大家都要堅持落去，唔好放棄。因為通常去到呢一個位都係一個好黑暗嘅時期。冇靈感啦，要做嘅嘢做晒啦，上網睇 reference 睇太多，對好多嘢都已經冇感覺。另一方面又好驚，我再唔出新嘢，可能啲人已經唔記得咗我噶啦。但係要求其出，自己又接受唔到，慢慢就會跌咗落一個漩渦裏邊，轉牛角尖啦。放棄呢一個念頭就會慢慢開始出嚟噶啦。跟住喺度諗，其實我係咪唔適合做呢一份工啊？點解人哋啲 idea 或者作品咁好，好似好容易做，但係我做咗咁耐都仍然覺得呢一樣嘢係咁難嘅呢？無論你係一個創作者、創業者、打緊工嘅朋友都好啦，想話俾你聽一個好殘酷嘅現實，就係呢個係一個必經階段嚟嘅，因為連作者都面對過呢一個問題。而同時間都係一個契機，令到佢去出呢一本書，想幫助大家走出呢一個困境，唔好再質疑自己，繼續堅持行返自己要行嘅路。所以大家第一樣嘢要做嘅就係調整自己嘅心態先，接受返自己依家嘅狀態，唔好咁擔心將來嘅事，或者責備之前嘅自己，將個注意力去返當下要做嘅嘢，每一日嘅目標就係將今日過好就得啦。而點樣先可以將今日過好呢？就係要有一個有規律嘅生活作息。可能你會諗，呢啲都關創作事？想要靈感唔係要發生一啲特別嘅嘢嚟刺激下自己先嘅咩？唔知大家有冇睇三叔公園啊？我係佢哋嘅粉絲嚟嘅，差唔多集集都有睇噶啦。我記得有一集佢哋邀請咗 Tyson Yoshi 上去，佢講過一句說話，阿 Boo 聽完之後咧就叫佢講多次啦，因為覺得好正同好有型，而我都記到依家喎。當我睇到呢一本書嘅呢一個 point 嘅時候，我就即刻諗起佢啦。佢話你冇生活就冇靈感，即係冇創作啦。所以就算佢開始全職做歌手之後咧，佢都會逼自己幾點做 gym， 幾點拍拖，幾點寫歌。由嗰陣時開始已經好 regular 咁樣生活。嗱，呢個係重點嚟嘅。點解佢要咁樣做呢？因為佢要每一日都過得一樣，先會發現每一日有啲咩唔一樣，成為佢嘅靈感。而作者喺書裏面有講到，當你覺得你嘅生活日日都係一模一樣嘅時候，嗰啲同平常唔同嘅日子就會變得好有趣，分分鐘呢啲就係你嘅靈感來源嚟啦。你哋呢排有冇睇 ViuTV 近期一套劇集叫《那一天我們會紅》啊？佢係講述3個啱啱喺電影系畢業嘅人一齊出嚟搞個 YouTube channel， 由籍籍無名去到好多人認識佢哋，當中經歷咗啲乜嘢，而佢哋點解要開呢個 channel 嘅初心係因為想做自己想做嘅嘢，拍自己中意嘅嘢，唔想受人控制，好似係製片人啊、投資人啊、同行嘅前輩壓榨等等。佢哋覺得當自己紅咗就可以想點就點，拍咩就拍咩。
但係冇諗過，當佢哋向住自己嘅目標做嘅同時，慢慢都會同自己嘅初心行得越嚟越遠。而呢套劇嘅英文名叫做《Where Is My 15 Minutes》，都好表達到佢哋實現夢想途中嘅方向應該要點。一條15分鐘嘅片應該要為咗流量做啲自己唔想做嘅嘢啊，定係保持初心，堅持做翻自己想做嘅嘢呢？作者喺書裏面就叫我哋忘記所有數字，包括瀏覽次數啦、like 數啦、有幾多個 followers 啦、有幾多個 share 啦，因為呢啲數字好容易令到自己迷失，亦都會影響到自己跟住落嚟要做嘅嘢嘅方向。簡單啲講啦，即係會令到成件事變咗質咯。而當我哋覺得自己轉咗落去呢個漩渦嗰陣時，最快恢復嘅方法就係即刻離開商業市場，之後為某一個特別嘅人特別做一樣嘢嚟送俾佢。點解呢？首先我哋做嗰樣嘢嘅目的已經轉咗，唔再係為咗商業市場，而係為咗自己愛嘅人特別去做一樣嘢。大家都應該有聽過啦，用作品說話。一個人做某一樣嘢嘅過程裏面係用咩心態去做呢？作品係會話到俾你聽嘅。同一道理，因為你依家係做緊一樣嘢嚟送俾你心愛嘅人啊嘛，所以唔會求其做㗎，你係會好真誠咁樣去做，因為你想收到嘅人收到你份禮物係好開心、好中意。而喺做嘅過程裏面，你嘗試感受一下自己嘅心態，對比你為咗商業市場需求而做嘅心態。當你分辨到個分別，再望翻出嚟嘅作品，可能會帶領到你到達另一個更加好嘅境地。而唔講你唔知 Winnie the Pooh 啊、哈比人啊呢啲咁嘅暢銷書誕生，好多都係為咗自己嘅小朋友臨瞓前講故事而作同埋開始嘅。1960年代有一位修女係一個美術老師，有一次佢去咗睇 Andy Warhol 嘅作品展啦，啟發咗佢開始創作版畫。佢將洛杉磯裏面唔同嘅廣告或者招牌雜誌影低咗落嚟之後，就去咗個背景上面加咗啲手寫字啦，內容有啲係歌詞，有啲係聖經經文，然後做成一幅版畫，當做係一個福音訊息。佢都有試過將連鎖超市 Safeway 拆成2隻字 Safeway 做一個標語，意思叫做救贖之路。呢位修女解釋佢所做嘅嘢只係將普通嘅嘢變成唔普通，佢只係將佢中意嘅嘢變大啫。而佢有一個好特別嘅方式去睇呢一個平凡世界，就係用一張紙喺中間剪一個長方形嘅窿，當做一個好似相機嘅 screen 咁。原來咁樣去觀察外面嘅世界，係會發現到平時完全唔會注意到嘅事物。我哋好多時以為只要將平凡嘅生活改變一下，咁之後喺創作上遇到嘅問題就會解決。又或者將朝九晚5份工辭咗佢，租翻個 studio， 一定會得到其他人嘅支持，跟住就會成功噶啦。好老實，呢個只係一個 FF 嚟嘅啫，根本唔需要一個唔平凡嘅生活先可以創造到唔平凡嘅作品。我哋需要做嘅係創作一件非凡作品，係可以喺日常生活裏面揾到。所以細心觀察係好重要嘅。而好多時我哋會去注意嘅嘢，通常就係我哋真正在乎嘅嘢。但係好奇怪嘅係，我哋未必真係知道自己注意緊嘅嘢係咩喎。呢一樣嘢都反映到好多人以為自己好了解自己，但係其實未必真係想像中咁了解。一嚟受到太多外界嘅影響啦，二嚟就係冇一個覺察力啊。所以作者一直都有維持每日寫日記嘅習慣，其中一個原因係寫日記係可以幫助到佢將個注意力放返自己個生活度。而時間耐咗啦，呢一本日記等於記錄咗自己一直以嚟關注緊嘅嘢係乜嘢。而當自己去睇翻之前嘅日記嗰陣時，你就可以發現到自己嘅行為模式，覺察到自己真正在乎係乜嘢，更加認識自己。咁講到呢度，可能你會問有關創作咩事啊？有位女作家 Jessica Crispin 講過，我哋會因為關注啲咩而賦予咗事物嘅意義。所以如果我哋想改變自己嘅未來，可以將自己嘅注意力由某一樣嘢轉移去某一樣嘢，即係咩意思呢？
因為我哋慣常將個注意力放咗喺某一個東西度。如果我哋想要多啲靈感嘅話，嘗試轉移自己嘅注意力去第二度先。當我哋改變咗自己嘅諗法，再望翻同一樣嘢，呢個改變可以刺激到自己而爆發到其他靈感出嚟，達成咗頭先提到嘅一件唔平凡嘅作品都可以喺日常生活裏面揾到。咁首要條件梗係要了解咗自己先啦。呢個年代好多人都好鍾意圍爐，因為覺得大家都明白大家嘅諗法，覺得 connect 到同埋相處好舒服，慢慢會越嚟越唔想同自己諗法唔同嘅人去互動。但係原來呢一種嘅舒適感係會慢慢令到你困住咗喺自己嘅世界，視野都變得冇咁闊㗎。你哋應該都有聽過，趁後生去多啲旅行，擴闊下自己嘅視野。其實唔淨止係旅行嘅，人際關係都好需要。創業嘅朋友應該都好明白呢一個道理。好多嘢一個人係諗唔晒，而因為太過主觀性去諗嘢，好多時都會有盲點喺度，諗嘢諗得唔夠透徹。如果你成日同啲自己思想係一樣嘅人互動，接收嘅嘢好多時都係一樣，從而令到你覺得自己諗嘅嘢只有一個方向。所以作者喺書裏面好鼓勵大家多啲同自己睇法唔同嘅人去互動，因為喺溝通過程裏面可以逼到自己重新思考自己嘅諗法，強化自己嘅諗法，或者交換到更加正嘅諗法。而呢個人唔係求其揾嘅，佢要係一個同你心性比較接近嘅人。即係咩意思呢？心性相投嘅人個性咧係比較開放，同埋識得聆聽嘅人。呢啲人喺你討論某件事嘅時候係會思考咗先嘅，而唔係即刻回應你。就算佢嘅諗法同你唔一樣啦，佢都會好真誠咁同你講翻佢嘅見解，同時唔會同你爭辯或者證明自己嘅諗法係最啱嚟說服你改變你嘅思想。嗱，雖然呢三部曲係講關於創作，但係其實我覺得有好多位都可以應用喺任何行業上面嘅。譬如好似我啱啱講嘅，要多啲同諗法唔同嘅人去互動啦。其實喺任何職場上都需要嘅。可能喺處理問題上面，自己諗到嘅處理手法未必係唯一方法。你同其他人傾嘅話，可能人哋會俾到另外一個更加好嘅處理方法俾你，而你諗唔到㗎。又好似我開頭講，唔好成日記住流量，因為會影響到你嘅方向。其實職場上都係一樣嘅，唔好成日留意上司同事點樣諗你啦。因為當你將個注意力放咗喺佢哋嗰度，可能你有其他嘅諗法，想去幫助成件事嘅發展都唔敢提出嚟，因為你唔知道佢哋點諗啊嘛。慢慢就會同你當初入嚟呢一間公司嘅初心越嚟越遠。去到觀察呢一方面就更加唔使講啦，任何行業都需要嘅，真係，因為有好多錯就係出現喺細節上面，而當你冇細心觀察，分分鐘小問題會變成大問題嘅。咁今日就分享咗點子就是一直來 keep going 嘅一啲精華內容啦。而如果你對今集嘅內容有啲咩問題，或者想交流下嘅，可以喺下面留 comments 俾我。而之後嗰幾日我都會喺 Instagram 分享呢一本書嘅一啲金句，有興趣嘅可以 follow 埋我 IG， 我哋一齊交流，一齊進步，一齊用最低嘅門檻創造無限可能性。我哋下集再見，拜拜。